乌克兰甲俄罗斯战争已经进入第21天3礼拜啊，俄罗斯的军队继续咧攻击，战况激烈。乌克兰呢，袂输是人间炼狱，首都基辅强要互俄罗斯部队全面的包围。可是警报为半暝到日时呢，一直弹，为昨暝就开始实施有35点钟的宵禁，当地有4栋大楼被空袭呢，防空壕改做了战地病院。哈尔科夫有一栋联动的公寓被炸歹去，非但是因为老百姓头壳顶前咧飞过，画面真正有够恐怖。南部的都市叫马利坡，俄罗斯军队即马劫持病患甲医生，总共400人当作人质。不过乌克兰部队嘛有进展，因呢伫赫尔松摧毁掉俄罗斯的直升机。双方除了讲实战以外，持续透过网络发布战绩，用方式打击对方的士气。更较详细的战况来听子琪甲咱报告，子琪请讲。俄罗斯拍乌克兰第21天，东南部城市马利坡损断甲真严重。In Mariupol, people are living in hell. And situation in Mariupol are catastrophic. 超过35万人生活伫咧无水、无电、无食的所在，另外还有400人被俄军压起来。The Russian army use doctors and patients as hostages in this building, so we do not have any access to them, and of course it's war crime in any way. 马利坡真危险，首都基辅嘛无安全。Kyiv under attack. At least 4 buildings and residential areas were hit by Russian missiles Tuesday morning, according to the mayor. 紧急救援拢当地进行，却拄到俄军搁一摆空袭，互救援行动动起来。为了闪俄罗斯军情，基辅市政府宣布为15号暗时开始实施35点钟的宵禁，禁止全部的人伫咧城内耍叮当。来到基辅的地下防空壕，有医疗人员会伫咧遮起做临时病院。Организован полевой шпиталь, где в таких военно-полевых условиях мы готовы принимать бойцов, мы готовы принимать раненых. 港有继续反抗，才当守护民主。乌克兰共心为民主烧战，俄军搁操样点2支影片，讲因伫咧基辅抢到乌克兰的真济战车和武器。另外一支影片是俄军车队驶伫咧赫尔松的画面，因拢是扣毁掉的乌克兰军车。乌克兰这边透过卫星图来看，有新进展，也就是乌克兰军方15号伫咧赫尔松机场毁掉上少3台俄罗斯的军用直升机，这嘛是战争21天来乌克兰做出上大的攻击。我是陈雅玲，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开启小铃铛，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